既然係咁，我都有嘢要講啦，和尚書。你為人，你不如和下自己先啦。好你一個人點解戴面具啊？唔敢俾個樣人見，點可以做咁個職位？啊？如果係咁嘅話，任何人只要戴住面具都可以扮到和尚書，包括你嗰個細佬。如果你真係渾身無愧嘅，就即刻除咗個面具落嚟，以真面目示人。做乜要搞到好似啲三流跳線嘅橋梁咁喎？既然你咁講，咁我就除咗佢咯。我依家企得住住。哇烏衣美啊，財神書。居然係啊！只要睇到鳳珠嘅絕色美貌，邊個都唔可以保持清醒。包括蔡尚書，真係可憐。唉，做得好啊哥。